说母年纪上悬，第8章第40到20节，11章14节到15节。第8章第4节，对安尼，以色列的长老拢自责来拉玛见撒母耳，甲伊讲：你已经年老，你两个囝无学你的模样，所以着设立一个王甲阮治理，亲像别个国家共款。撒母耳对因要求一个王的事无欢喜，伊就对上主祈祷。上主对撒母耳讲：人民的要求你着接受，因毋是去杀你，是去杀我。因无爱我做因的王。对我带因出埃及到今仔日，因所做的拢是离开我，去服侍别个神明。现在因嘛要安尼在对待恁。答因的要求你着接受，毋过着严严甲因警告，互因知未将来因的王会怎样管辖因。撒母耳将上主的话，拢甲遐个对伊要求一个王的人民讲：将来恁的王会安尼管辖恁，伊会调恁的囝去做兵，有诶做战车兵，有诶做马兵，因走最前做王的先锋。伊会派人做官长，有诶管1000，有诶管50，嘛会派人甲伊做园，修成五谷，做军器甲战车的装备。伊会调恁的查某囝，甲伊制作香油、煮食、烘饼。伊会甲恁上好的田园、葡萄园、橄榄园摕去互伊的人神。恁的五谷甲葡萄，伊会取1/10，互伊的官员甲人神。伊会掠恁的奴仆、女婢、勇壮的少年人，甲恁的女仔，甲伊做工。恁的羊群，伊要取1/10，恁嘛会做伊的奴隶。迄时，恁会因为所敬的王哀叫，毋过上主毋察恁。毋过人民毋听撒母耳的话，反转应讲：你讲的阮无赞成，阮一定要有一个王治理阮。安尼，阮才会亲像别国有家己的王甲阮治理，带阮去交战。11章14节，撒母耳甲人民讲：来，咱来去吉甲，伫遐正式确立王权。全部的人民就去吉甲，伫上主面前设立扫罗做王，搁献平安祭互上主。扫罗甲以色列众人欢喜庆祝。